秋天已經散微，天氣風嘅早黃和乾，加上今年農民嘅蘇醒。果凍係農家嘅大事，有啲人無限車神祭拜。我敢向太阳城做一张，天神良佛安佛。喺小港天橋蛋糕種下成長期果斷嘅作物，芥菜。也有人來到山肚裏採取秋冬嘅歌作。冬夏嘅客莊還是無限切插，就為了迎接新年嘅平安同豐盛。這個吃電姜比往時鬧熱。呢個檔只能蘇東戲三大大事。蘇東戲要講做大戲，喺農村秋收後最鬧熱嘅慶典。三十里法，公公奉出神事不了怕，用饭用了下书将公公。天神良佛係客家農村重要嘅節氣之年，農家喺過年後嘅舊春辦喜天神符嘅儀式，向天神祈求未來一年嘅豐收。等到日期和蘇醒後，就盼還天神符來答謝天神一年來嘅保佑。喺風調調嘅棚嘅地帶，團人無限畫狀，石頭南無，從大分帶開始一層一層畫上去。大家準備成為吉南部嘅英雄跟鬼怪。收東西，演出開始。睇完寫字，喺寒風中來到廟棚鬥鬧熱。太同人間，梵地花封面時陣，讀到有線亞三，本梵地花嘅風感暫時，亞三師傅自助聖母為圖報數，梵地花擔陽。木面後有師兄鬥戰神佛順太神下凡書妖，埋伏怕富神。我哋唔知，雖然你係唔係有注意到還天神符嘅意義？講起來，脫離農村生活嘅眼能，已經不再同時令節氣密切相關。透過也從農村生活嘅信仰儀式，正式宣布客家莊入到蘇東陽春嘅年下。吉祥嘅歌響跟歌聲，跟悠悠有含嘅客家菜，說話都優秀。清新嘅好味是，喺暗度玉器之間，光彩奪裂。為過年呢，山下水田嘅工作告一段落，
山峰嘅金座大满山，也係一叫阿婆一年最唔得閒嘅時節。我想裝啊，裝月橋，叫弟弟就叫，係冇？佢早晨建議來嘅，唔但係從嘅蘿蔔嘅日頭，同時也包含人生酸酸甜甜嘅味絲。一叫阿婆簡單食過早，準備出發，去喺嚟舉辦生意嘅羅湖卡。見邊嘅公幹落雨毛嘅，但係唔算寒，因為呢個季下熱，見邊山當高。有千多細條去做，我26歲嫁到下來，4天還要搬出去，等於講搬出去都冇4天就總個就過節啦。80台輪後龍海向山肚裡駛。經過溫水路街，轉入石潭，亮神嘅陽光已經轉黃，係真正一個冬天，非常秋天嘅詩意。冰唔下，做得好好咩？人家你冰台就上錯啊！嫁到遐都聽阿老講安尼做事啊，娘家無工田無乜嘅啦，嫁到嘅就有工案發所在。佢96年過身過後，我當接定做。順路殺了行農路，緩緩地行。一條路，一行嘅40人人。頭擺歸路係水田，一天啊，跟生人嚟土台。山肚裡最吵鬧嘅係2片嘅雞寮，地步係15隻，咕咕滾嘅雞嘅，因為過年呢，人哋嘅議論，萬年會上作做作心。也記咗雞寮係一叫阿婆自家搭嘅。乜嘛製作嘅作為係為咗防山康嘅神貓。一邊個人喺老公過身前留下咗本嘢，15年過去嘅，本係喺搶悠悠，人下。 見咗大話慢慢，
也唔好清洗了吼。向前看，每个树帕有盆慢慢的金枣扎甲多脆脆，日头出来耶，迄菜树嘅好热嘞。近边的建筑还蛮窄，左边嘅已经送到工厂。对比山都里嘅店青，工厂处于工厂模型嘅样式。规间工厂建哪多，每一个地方前那都枪枪。冇办是食物嘅秘事。屯一叫阿婆呢边菜蔬类嘅建筑，一男贴不个个，他个磨痕跟菜蔬菇类嘅建筑，干似四枪成灰，等一下出咗嚟加工做结浆。金座要按照金柑，喺苗啲黑種愛山呢，不是看得到嘅柑嘅類作物，果皮甜，但是苦味，果肉是白酸，如果豐富嘅果膠，等從拿來做鹹酸甜同結漿。以下廚師全部搞混嚟嘅，將一籃嘅金座掉起來。多年或6年嘅大鑊，等蒸氣呼呼咁泄出來。各身得小口撈一下，將果皮、果肉同水攪勻，果膠慢慢地走出來，空氣中全係咁嘅煎油嘅芳香。山肚里除了一叫阿婆，還有專間古嚟聽書嘅摩耶，他個巴倫男嘅，佢個人行上上下下。伊按叫較慢跌着記得啊，按叫跌到，唔點樣嘅，跌到按到。尽量啦，長多冇法啊，對啊。凍煮了1點鐘，食飯食凍煮，過就繼續做，因為你哋短短的吼，了太久，一下子暗的看唔到雜嘅，對啊。慢慢的，一男又一男，一胎又一胎。一年嘅辛苦，總算替人民蘇醒。要慢一點，我才算得到幾種啊，知道嗎？啊，來，好的，一個呀，給你半年了。對呀、唔敢開，我愛開又每日都開。
来做点心情当好啊。东主边，这个贵州省，他家也可以，除了供了省8间的帮茶等是住。我做呀，就是还有当会就接做呀那个啦。这样姐一起来没关系啊，那么多。来给你哦，你买安好哈。吉种是北台湾客家的灵魂酱料，因为各地产的吉的无相样，各家的做法无相同，展现出的风味也千变万化。咁望吃口乜人都卡吉種，也係客家中最吸引人嘅技法。一下冇多好，就拿出冰箱嘅食材濕來燜。做吉種嘅果子主要分做南金棗、白蒜吉。苗栗嘅吉種主要係使用長葉性嘅金棗嚟做，酸中帶甜嘅米絲也從頭被人拿嚟做鹹酸甜一道產品。新竹桃園地區就是用酸吉來做，酸吉的果子果太粒，鹽果多，米絲酸澀，喺水果市場上看得到。講到金棗同酸吉做嘅吉醬哪一個好食，最好唔好男生評論。吉醬做嚟講係客人最有特色嘅調醬，而做嚟搭配大部分嘅客家菜，係下面嘅客家元素，係客人嘅實體美食記憶，展現人嘅實體智慧。也係記憶中嘅美食，一家人坐喺堂下，拿起鹽線，喺金棗皮膚上嵌下幾多本糖漿12起嘅糠。只不過阿爸也好冇錯嘅，社會18歲上。幸せ。我给他都说，彼此，摩托也按改做啊。咁啊，係先嚟了睇樣，我講冇本事。啊，當我做，我嚟做去了。咁啊，爸菜啊，一接啫，世界各地都是啊。郭順德的孫兒全係育人教嘅，90人生育人退休1000多年，工廠本來郭順德全權接手。
佢當初都開始學出咗嘅，啱啱學到。那得死啊！またまた。有人錄下算喺地方上嘅大家族，做起竟然蔬果批發生意，也兼做食品加工。也嘅肉人雖然行通無方便，唔過下擺為了工廠弄兩支。啊，我们有刺一动一动，它就会那个。闻到一个个圆圆很漂亮，还没啦，还没。他有他的做法。哦，你过来啊！我表麥芽糖也係蜂糖，我蒸也係煮。各省人同育人兩個人冇共識，各有各人嘅做法。幾罐金黃透亮嘅金座鹹酸甜，就按嚟做好嘅，還保留一家人美好嘅感情。行人為了保存太出嘅青菜，運用熱曬、滷做出內邊嘅食物，後來就變做啱講嘅城鄉美學。今年添有啲公館大行狀，都會喺村莊擔任爐主，又將產銷辦嘅農藥強下嚟屋卡食飯，感謝市民保佑，今年好舒適。今年12月12日，哈，兩歲今年哈，安尼完成儀式，啊做完嚟哈嘅。哦，食落嚟嗰要平爽喎。哦，掂咗。佢到村莊路坑，路嘅巷嘅窩嘅英棍，後面做啲神行殺數準備，而且根本嘢萬福嘅總鋪市。一種種嘅人作表明本人後來應得嘅菜色，然後又慢慢熟落起來。呀，係啊，鹹菜大家都好食啊，像啊筍嘅啦，馬個菜叫無黃派啊，這是吃鹹菜先黃派，3川水鹹菜給收的。啊，就這樣啊，謝謝啊，謝謝大家吧，謝謝啊，大家年滿完成了，謝謝大家。謝謝啊！謝謝大家哈，阿子謝，太阿子謝，謝謝。阿子謝啊哈，謝謝大家哈，順順圓滿完成了，謝謝。家生面人年多啊，還擺年多8個歲。做一個鹹菜嘅門肉最重要嘅
係間鹹菜乾先炒過，用門呢間3層醬嘅油逼出來，鹹菜乾濕到油，就唔按照食。用雞油炒過嘅筍乾，喺爐頭擺嘅米絲，加水煮到透，壓出菜，見到又澎湃，淡黃色嘅筍乾，配起嫩黃嘅雞油，變成福菜，係烹作嘅作餡。鹹菜煮湯好，平常時啊我煮的食啊，皮中用在皮湯嚟煮較好食。鹹菜一路油的好，我都買起來冰箱冰的，1年4季就有食。因為村長這邊很近啊，過來拿先存貨存起來，別的地方沒有，就我有而已。新卤煮好了，先來見一下啦。祝大家平安順遂啊！來，謝謝。雞菜要按做長人菜，合法按做泰菜，幾年又會生。舊年嚟都係種菜，舊年20號左右誒，所以舊年20以後種到差唔多10年半邊啦。早期江中有一個寒天嘅旱時，種到雞菜，喺撒下來幾年都會搶菜來年。鹹菜、泡菜、鹹菜乾喺台灣客家中如雞菜3部曲。打咗10個嘅雞菜阿婆拿論4兩味，將一頭又一頭雞菜割下來。老阿婆嚟做，都奇怪嘛。你這也做對的。前人做些不亞的阿婆利用過清太嘅壓力，唔過也始終堅挺，因為有的阿婆地客家料理地位，雞菜係冇辦法取代嘅存在，小爺咪會上1多年嘅心啊！我帶衣服牌啊！哎呦，我曬地了。每條雞菜要長出細嘅鵝鴨嘅安排。含下來村長先辦了一些雞菜上搬運茶，細心細意時常從挖路。
摘下来芥菜有一些腐蚀味，而且用水煮，再用麻油、姜麻快炒，这样做来上桌。不过，记得以后的适唔合嘅芥菜，更建议去用晒、卤、煎一啲方式加以净化，睇段时间慢慢发酵。喺啱啱嘅痛嘅地步發酵，又喺芥菜變咗鹹菜嘅第一步。飲用權其鹹土清過嘅水地杯淹不破，產生嘅嫩水慢慢地貼出風味。加安尼，它做生活菜啊，差不多5升5月到6升月多少。因为平时的养姜，我们跟头跟炒，今年慢用的都往头呢，啊，菜动作来过时啊。一道菜我安尼下，那种了一条条贴，贴的人人的养微微，卤差不多5月到1礼拜，我一条条要压出来，压出来洗不用甜吼晒，我当做工啊，做不出来上蛮简单，我要当无人做的，见到见少人做的。现在迄个客家菜啊吼，还把剩乱的面头的。含水流来好那是路，含对流来含那。番薯行最有味思的就只有鹹菜，不過因為愛無來稀香，也當吃韓國說明鹹菜係客家中最日常嘅食物。連見落雨，受落嘅日頭總算出來嘅，但鋪到天橋嘅禾稈曬到黃黃鬆鬆。順後嘅芥菜滷咗一段時間，本來長長嘅光轉做芥黃。一到寒天，太陽中嘅空氣度全係發酵嘅味絲。芥菜阿婆跟鹹菜壓起來，一頭一頭拿起順行嘅甜度晒熱頭，也係芥菜炒嘅青度。熱頭帶着為是表面嘅水分，是把脫水嘅鹹菜慢慢地變做咖啡色，也係應該做得很微泡菜嘅。臨暗，芥菜阿婆要間幾百頭泡菜，不用故意燙嘅，真佢是一年嘅發酵。米莫比豆片好不好？豆干尽量莫比豆产啊，好不好？哎。遇到好吧，天天风啊，有个。哎，豆干给叶子啊哈，你尽量照它的那个这样，不要给它有那个豆产那里飞出来的那个，也比较好点。芥菜阿婆看得到咁嘅細嘅體統地杯，煙嘢一樣，像跳舞樣嘅冷冷泡菜，一鉗又一鉗，一
一层又一层，慢慢的印贴印过，一直到泡菜跟汤的平锅。我師傅冇人夾啊，捱啊係冇人夾啊。好啦，長不興啊了哈。哦，冇做機，唔怕，長不來唔怕。有龍啦。唔怕，人家順風先啷好啊咧，順風最主要順風，石頭較長多嘅。從地地嘅生卵摘到鹹菜、泡菜同鹹菜乾嘅盛行，象徵意義嘅結束。最後嘅芥菜阿婆是起點線，寒天嘅農村出嚟有佛教實現嘅循環地帶，無限沏茶。他現在80幾歲，我現在81耶，好幾個80歲的嘞。啊，還給這一個。落下毛葉嘅泡菜葉，滷嘅幾下擺過後，最尾行上成為鹹菜乾嘅里程。人家說鹹菜乾，梅乾菜。梅乾菜啊。嗯，這個不要的才挺還要的有。曬得幾早？曬得幾早哦？看天氣好。天氣好就緊曬到收帶的就出去了。曬乾乾的收，他會叫你收就好了。等等煙花落去，玉米天然成呢兩種高貼。喺講芥菜會講法，而怕也會感謝行過一陣。本台風都會保能，新人版就像一個等一下嘅鵝鴨誒。向祖先同神明報告甜定嘅好消息，歸獻因保佑長壽吉祥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來，手上做。張氏大寶，來年嘅爐主開始抽人，向他家圍咗一圈，命嘅獻出一塊土人嘅板呢，就常常得到作嘅行。氣氛雖然嚴重出擊，唔過實際上。唔是爭，也唔是搶，沙沙悠悠。1、2、3、4、5，小呀，什麼笑？攞甜水。有盆有蟲嘅新燈板，扎扎悠悠一件2兩，超過一件代表出頭天。也係新燈板有經驗維持他家嘅情感。太行中嘅村民。天然米還天神爺爺，和和諧諧，鬧鬧熱熱，跟新人班送本來參與嘅人。2、3、4、5，何中山。陳記真有。哎，大家謝謝。
拍大拖人嘅板呢，中間用石料畫咗縫石，蛋糕印能藏書櫃，係苗栗頭屋常見嘅形式。也係粒圖形嘅，意思同新燈板相同，係類似叫妹嘅歡喜。你當初爸爸媽媽工廠冇做以後就做辦理人脈啦，那細細就天數都睇。做空關嘅拖拖，跟前日浸好嘅米，多多冇將記。見邊啲石頭不少，我做2萬人紮縫板。縫板跟新燈板上一個牆，係遷到現在嘅家中，我買嚟廈門文創體強竹書嘅。剛剛米團喺成型變咗板，卻靠板印南嫩。將壓壓叉叉嘅南嘅樹標記出模嘅形，常用邊做板印雕刻有30多年。而係大班師傅同生命溝通嘅翻譯官，透過以優秀嘅思路，本抽象嘅米團用具體嘅形嚟表示心意。提升為板印雕刻師傅以前，常用邊係傳統雕刻嘅學士誒，負責描述門處雕工嘅雕刻。唔過描述雕刻嘅工作奔波勞苦，故所歸到家鄉，正應該接觸板印雕刻。也10年過去誒，才能工業化發展。手工本寄去台灣，堅持也向傳統手藝嘅常用品，也係成為文化保存者。喺板印地背，常用品哪能看到深深淺淺，閣下規形同舒適，為每一塊板嘅獻上祝福。石母主要分做扁印、高印、板印同糖印4大類。板印跟扁印係最常見嘅形式，主要用在熱化餅、太餅同各種板類。大板用嘅木誒，因為敲敲打打，所以先用過硬、過耐烤嘅塑料，像係南誒、桃花心木也係上裝。米團本日一種輕熱，也蠻耐份嘅板印，師傅對後背鋪嘅技巧，一直都已了解每個地背每一個細節。冇經過一番敲敲打打，
神仙的米台唔肯离开。这条路逢班跟新人班上路共用，做法也相同，不过逢班的扮演角色做出来也只有8种安排。逢班的用途还有意义，也同新人班无相同。既然是祈求瀑布高，却贴到高，两粒出，两粒往，也是到16罗汉贴错山。全身米是天台拖拖，也做人阿爸的，等人自家亲属做嘅心意来到白宫行。祈求来年一切平安。拜个逢班，我是到都市地背，张算任务圆满。跟建好新灯板，将头油结浆，食起来也唔会输猪肉。客庄撑起嘅市场都会太极太利，唔论寒天嘅客庄，係芥菜長食，也係鹽做嘅橄欖食，都會新人全部換做喜氣洋洋嘅太鳳食。就算寒天農舍係唔前樹面，新春本本準時到來。提醒大家相互感恩、分享、慶祝。第一個節日良辰。丈娘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金米做饭瓜子筋，养成故意后四天。立下梦做书相连，寒贴寒爱。